被譽為香港才女，隻手撐起港產片半個黃金時代嘅資深監製施南生，不幸喺7月13號晚上因為細菌感染引發多重器官衰竭逝世，享壽75歲。呢位電影界嘅一代俠女，生前對生死早就睇得非常通透。重溫佢8年前嘅訪問，佢大方承認自己一早就立好咗遺囑，仲霸氣咁留下咗一句：我幫人執過好多手尾，唔好俾麻煩人啦。當時佢仲講咗一句超震撼嘅金句：最重要唔係死得早，最重要係死得快。而同佢相交超過40年嘅閨蜜林青霞，喺得知噩耗之後徹夜難眠，隨即喺第2日喺社交平台貼出2人昔日嘅社交合照悼念，連講2次不捨，不捨還得放手，字裏行間令人鼻酸。其實林青霞以前喺佢嘅著作《鏡前鏡後》入邊就揭露過施南生一件鮮為人知、超乎常人嘅決定。林青霞透露，施南生一早就簽好咗器官捐獻同意書，決定身故之後將遺體交出嚟做醫學科研。而最浪漫嘅係，施南生交代等研究完之後，要將自己嘅骨灰化作春泥攞去滋養種植花樹嘅成長。林青霞當時感慨自己對施南生已經超越咗尊敬，因為佢將聰明才智獻俾電影之餘，最後連身體都要毫不吝嗇咁樣奉獻俾宇宙大地。林青霞更透露，自己嘅女兒一早就已經當施南生係第2個媽媽。施南生擁有闊達嘅胸襟，係遺傳自媽媽。當年佢拍拖嘅時候，施媽媽就開解佢話，結婚只係一張紙，唔需要俾人睇。同一個人結婚，往後生活有時候你會愛佢多過結婚嘅時候，有時候你亦都唔會。只要有承諾，一段婚姻就可以 carry on。正正因為呢一種開明嘅思想，造就咗佢同名導演徐克喺2014年離婚之後，依然能夠成為生死戰友。徐克連日嚟刻意低調，現身醫院探望，默默陪伴呢一位一生嘅伯樂走完最後一程。近年移居加拿大，極少露面嘅一代女神王祖賢破天荒發出30多年前嘅珍貴合照，感激當初全靠施南生賞識，先至成就咗大銀幕上面無可替代嘅聶小倩，字裏行間盡是不捨。一代才女嘅離世，絕對係香港電影界重大嘅損失。多謝佢為大銀幕帶嚟無數嘅神作，希望施南生一路好走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聽娛樂，下集再見。